再来看桃园市一间国小，传讲有导师不满学生的成绩无好，提美工刀来恐吓学生。后来学校搁要甲这个老师调去做特教组长哦。有家长知影，今仔就去市政府抗议，学校嘛表示讲，这个老师不知是因为压力上大，意思是建议讲伊先休困3个月，即马学校会来进行调查。桃园市有国小传出有老师因为不满学生成绩无好，竟然提出美工刀人恐吓，互在场学生真惊吓。学校事后个想要将这老师调任特校组长，引起家长不满，找到早起到市府头前抗议。他居然在小朋友面前亮美工刀，他甚至说出他要血溅现场，将他的血喷到你们小朋友的身上。不管是教育局或者是市长，应该都要非常的积极去处理我们这个桃园市的这个不适任校长，领头羊这个部分做不好，其实危害的是我们本市所有的教育。对家长指控包庇，校长回应，针对老师情绪失控，曾经启动校案通报，调特教组长做行政工作，只是方案之一，未直接去甲学生、甲接触学生，要求这老师去看先接受心理评估。目前照医生的建议，休困3个月到学期结束。医生也详细的帮他这个诊断，那的确是身心压力过大，而且他很久没有担任班级导师，但因为他以前都是做这个学校行政。该校后续也会进行校事会议调查，追究其责任，令辅导室以入班进行团体辅导。教育局表示，学校已经另外请其他老师接手这班级的教学工作。特教组长的职务，经过了解，也无任何变化。学校已经照规定完成通报证书，后续教育局也追究相关的责任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